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跟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仔日要来和各位研究的词是行踏，像咱故事所讲到的，爱加减仔出门行踏，就是爱去世界行行看看咧，毋好规工困伫厝，困久会死酸，身体精神拢袂好。若讲伊真久无来咱遮行踏，这当然嘛有来行行咧的意思。毋过，毋若是安尼，伫遮行踏阁有来甲咱交陪往来的意思。咱阁加用一个例来说明，大家凡事会愈有体会。伊平常时也无来咧含咱行踏，即马需要人斗相共，才来咧阿爸阿姆，实在是无想要插伊。行踏嘛有咧讲人咧行的行，像讲伊用过捌伤着骹，搁来行踏就无介自然。咱若听着人安尼讲，凡事会当想着有一个人行路摆咧安尼。最后，行踏嘛会使讲人的品行，咱会当讲人行踏真端正，也是讲行踏无正经，总是人的行踏会受伊所交陪的朋友来影响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先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阁来哦。